再来看台东县哦，风雨已经真大了。气象署统计，这2天台东县落超过300毫米的雨量，全国上济。太麻里溪的爆发已经予雨水冲排，公所早起是赶紧调肉粽角来挡水。雨上大的南回地区哦，公路有部分路段有水崩山，加在暂时无影响到交通。台东县的雨是一阵过一阵，雨集中落伫南回地区。金峰乡嘉兰村的爆发，伫15年前灭六级风台时阵放起，有50外户人家厝流去。这届风台来，山区的雨是规通倒，太毛里溪唔但真错流，溪水嘛规个涨起来，离人家厝敢若一条车路的宽。乡公所赶紧调肉粽夹过来，也那怪手嘛伫咧吞吐，以防溪水淹过爆发。会不会很担心？不会啊，我们把全部的东西、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好，准备随时离开这里。先做一个预防色的铺设，我们避免如果雨势太大，洪水会地溢出来。金峰乡的乡长30位标流紧急回国，再去伫现场指挥。不过嘉兰村是真无平静，对外的车路东64线的边坡，因为落大水雨，土马松软，树仔挂头是规个厝落来车道，乡公所赶紧派人处理。落大水雨造成南回公路大条的路段出现土石流，加在敢若影响一线的车道。目前台东县的车路，敢若东河乡第23线北岸的路段封起来。因那离岛的部分，绿岛甲南苏嘛向上大雨，不过加在也无传出灾情。因那绿岛环岛公路的大白沙路段会已经先封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